自2025年11月17，每日圣安宫读经。上帝作为大过一切。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斯拉记》第1章第19、11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书》第1章。波斯皇帝塞鲁士元年，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耶利米的喙所讲的话，感动波斯皇帝塞鲁士，予伊对全国宣布讲：波斯皇帝塞鲁士安尼讲，上主天顶的上帝将天的万国赏赐我，搁指派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着伊起圣殿。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的，通转去犹大的耶路撒冷，去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伊是伫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愿上帝甲因同在。所有剩落来的人，无论住伫什么所在，迄所在的人着用金银财物精生帮赞因，嘛着为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甘心奉献。对安尼，犹大甲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所有受上帝感动的人，拢准备好势，要上去耶路撒冷去造上主的殿。因的厝边就用银器、金、财物、精生、宝贝帮赞因，另外搁为圣殿甘心奉献。塞鲁士王嘛将以前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抢来下伫伊的神庙遐的上主殿内的器具摕出来献因。波斯皇帝塞鲁士指派管理府库的米提利达，将这个器具摕出来点算，交予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因的数目记伫下面：金盘30块，银盘1000块，刀29支，金碗30块，银碗2410块，其他的器具1000件。金银的器具共5400件。收掠的人对巴比伦上来耶路撒冷的时，舍巴萨将这个器具拢做伙带来。上帝作为大过一切。以斯拉记一开始讲到，上帝为着要应验伊照先知耶利米所讲的预言，感动波斯皇帝塞鲁士下诏通过全国。塞鲁士伫诏令上讲，上帝予伊统治世界，搁爱伊伫耶路撒冷为上帝建造圣殿，所以伊吩咐各地的百姓关注搁帮赞回归耶路撒冷的上帝子民建造圣殿。毋但安尼，塞鲁士王也甲过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圣殿掠夺来的物件，拢交予犹大省长舍巴萨带倒转来耶路撒冷。对当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塞鲁士的命令一定予因真着惊，因为犹大国灭亡了，百姓受掠到巴比伦，受逼离开家乡，因甚至还要着面对外族人对因的耻笑甲伤喙煞盐。虽然先知耶利米捌讲到因受掠70年后就通转来，但是就算因会当回归故乡，也无法度期待一切拢顺利，因为原有的土地可能已经予别人占领，而且就算会当转来到故土，以早因敬拜上帝圣殿也已经
残破不堪。就伫即种挫折甲无奈的中间，掌管天地万有、大有权柄的上帝，因为坚守伊的约，开启互伊的子民回归，搁重建圣殿的机会。先知以赛亚也捌讲到，上帝选召塞鲁士王执行伊的旨意，爱为伊重建耶路撒冷，奠定圣殿的基础。伫咱的生活中，难免会拄到无奈甲挫折，无论课业学习、工作表现、家庭生活，也是教会服侍，拢无可能避免即类的问题。尽管咱会无奈搁艰苦心，但是咱所相信的即位掌管宇宙万物甲生命的主上帝，敢会拄好照着伊的计划，互咱重新看见伊的掌权呢？上帝权柄远大过遐个君王和政治人物的权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伫1980年代，国民政府伫台湾推行国语政策，规定公共场所干那会当用国语，至到使用本土母语，无论是台语、客语、原住民的国族语，礼拜教会受到真大的压力。1993年，前总统李登辉执政的时，教育部宣布母语教育列入各中国小课纲，本土语言才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现今，台湾各族群不但会当自由使用母语，新移民的语言同款受重视，诚侪少年一代通选修的课程。真侪重视族群母语的人，有机会参与母语教材编写甲教学，照着安尼，互搁较侪的人认捌无共族群的文化。过去，较慢才移住台湾的汉人，不断驱赶岛屿上的原住民，甚至彼此之间时常械斗。现今，无论先来也是后到台湾的各族群，拢共同投身疼惜这块土地。对信仰来看，相信这是上帝对台湾的计划，伊借着各种方式成就伊的旨意，互这块土地顶面的人民会当彼此团结。默想，当生活无顺遂，也是受到挫折的时，我是毋是也相信主上帝掌管一切，搁用人意想未到的方式帮助我？咱来祈祷，上帝啊，你是掌管世界的主，你的权柄大过一切。我相信无论安怎，你拢掌权。求你互我经历你的作为，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